用漫画的形象来展现闽南文化，是这几年创新的一款形象。咱做的画家蔡英辉先生，现阶段也创作了一个《绘女阿凤》的系列漫画。较其他的是，这种漫画呢，也佮配了声色，看起来更较有趣。阮小记者团一摆来一个彩虹，也好佚佗哦。厝的外墙既是用黑啊较切的，采用佫好看，是真无床照有的特色哦。阿玲啊，好啊，阿凤啊，你是土地公白目白，无人请家己来哦。今仔阮拄好咧不是呢，来哦，连起去哦。土地公白目白，无人请家己来，这是一句闽南俗语。这句话是什么时阵用的？《绘女阿凤》漫画当中，伊就展现了这款的情景。通过小绘女阿凤的这角色，去这个前埔去采访，然后交前埔当地一个女囡仔，产生的一个情节性的这种对话，所以也适合用这个土地公白目白的一句俗语，等于体现出来。因为我感觉是单纯的表演这个俗语，伊可能也个毋是也生动。然后通过有一个情节性，甲有淡薄笑点的种物件，伊的这个理解甲伊个伊的用的生动性就更较强了。蔡先生于2008年创作了《绘女阿凤》的形象，为了让这个形象更加丰满，今年伊开始以阿凤为主角，融合闽南经典俗语、民俗文化来创作4格漫画。比起单纯的形象创作，画漫画会更加用心神，着设置情节，并且对涉及的闽南文化进行考证。每创作一版4格漫画，都得用3-4日的时间。这暂时闽南语正理促进会成员，也佮来为漫画做字幕配音，让这种漫画变得更加立体。恁凊撮也有咱的机会撮着我安尼，然后阮就正理会就出来共伊过。你若是单纯的按正理，有人毋捌的话，就是要按咱的这个出现的这个绘女阿凤要推出去，推个讲就较难咯。所以就是闽南话交这个咱普通话这文字结合起来吼，会推个较远。啊，刷落去就是。刷落去，包括说声音交这个图片咧吼，要合体的话咧吼，也是考虑到这点。下一部小时准备培养一个人来分角色配音，并且将每版漫画体现的闽南文化相关知识整理者作为背景来展示。蔡先也拍算，但这种文字交有声版本的漫画积累到一定数量了，会用来做一出版的，并且以这种为基础来开发绘女阿凤系列的周边产品，用这个品牌带动更较多人来了解闽南文化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咱今仔要介绍的是蔡英辉教授创作的人牙图《绘女阿凤》。风肩头，面珠多，节约衫，浪费裤，是指惠安东部海墘讨海家庭查某人服饰的典型传统特色。故事的主要人物阿凤，是所度无万的惠安女内面一个普通佮特殊的查某囡仔。伊有大海女里的善良、勇敢、困劳佮聪明，是一个有法度当承载过去、现在佮未来的历史文化角色。对伊心中，毋但有法通看到典型的闽南惠安女文化，也有法度通看到这个时代多元文化内涵。这拄好就是大闽南文化的典型性。绘女阿凤头壳顶的大老爷，承载着古代万越的历史渊源，甲宝雅崇拜道顶符号，保留甲团会形象，是要让这个人物更较有艺术性。面对下下的蛤蟆壳，有海水的咸淡味，正正是惠安女心中迄种大海洋文化气息的体现。蔡教授想要通过一真有趣的人牙图，讲述闽南的历史、民俗、都市气息。当绘女阿凤变做代表闽南文化的人物，温灵流红，我耳回昂，
笋港月色是旧时泉州八景之一。传说中秋暝，月娘笑了笋港桥，大家桥空都会笑出一个月娘来。到半暝的时阵，笋港顶会看到青原山交子母山的倒照影，所以逐年中秋暗，4、5路的人会相招来一位游工。蔡英文教授这张作品，用青原山、罗群岩、东西塔、南阴、梨园、嘉乐、田成功、弘一法师、海陵王、小惠女阿凤等等46个无双时代人物，中秋夜伫笋港赏月，是要表达王国咱泉州的民俗传统甲文化。欢乐上元圆，连妹哦，来去阮前埔食阮阿母做的正港闽南上元圆。阿姨，你咧干？高上元圆呀！阿玲，你得叫阿凤加食几粒，糕的皮也 Q 也好食，煮的时阵啊，佮袂老鸭。咱来看上啊食较侪粒。阿玲，你输了，我食10粒了，阿哥们。我帮助被救快了，你真厉害了。上元圆，上元圆啊，是用茶豆豆末、有冬瓜糖、乌麻糍、白糖、葱头油、芥仔皮掺做一下，做一粒一粒，比油甘较大一些啊，圆圆的啊，用糯米脆粉糕、烂做皮包啊，是泉州的名小食。土地公家己来，阮小记者团即摆来前埔采访，也好佚佗哦。厝的外墙计是用鹅仔壳切的，粗勇佮好看，是前埔村才有的特色。等者去找阿玲，阿玲，阿凤啊，你是土地公白目来，无人请家己来。今仔阮拄好咧不生日，来哦，黏起去，哈哈哈哈哈！当做圆啊，会黏嘛？阿凤啊，赶紧哦！来咯来咯！阿凤啊，赶紧哦！来咯来咯！哈哈，你今仔一定是当做圆黏咧咯。怎唔够拿有说去规暗的圆啊？人啊真侪过不够啊！佮有金锭、银锭、佮东西塔，今仔差点啊袂得起来。恁个笑，你倒就唔请恁食好了咯。当做闽南的当做，早起着食细粒的糯米圆啊。前一日，大家厝内都着烧圆。佮会用吹粉捏真侪鸡母糕啊、金锭、银锭，表达一年到头厝内的团圆美满、乐thu兴旺、赚大钱的心愿。闽南也有做几个俗语，比如担当做大年豆、大年豆担当做。宝早的状元。咱来去搏拼，哇，这大一定是状元。无是了，搏拼毋是看豆仔大小，状元就有4个姓啊。一个姓是一手，奖品苹果一粒，哈哈，可可哦。搏拼是闽南地区才有的一种民俗。中秋节的时阵，规家伙的人，也是朋友弟兄为做一个佚佗的一项游戏。现时扩展到真侪社交活动，原来是用63个大小无同的月饼当做无同的奖品，设计用各种的物件来代替咯。宝贝，等我中点咯！耶，中了！
不是了，你若状元呢？中秋节就过来拜状元王，状元也得比大岁，4个4个2个1，这是第大的状元王啊！食米粉做皇帝，上汉子何哦？我请你食好了。茶米粉抓妖贵，乌头米粉本在是进宫当皇帝食啊！我做皇帝咯。行魂7月半，阿妈说今仔日7月半是几啊做？唔通四过爬爬走。阿公，我来咯！啊，鬼哦！跳干惊你的，今仔日进宫吗？来叫你去食好了啦。土生党，顶摆请我食鸡羹，也不如请我食苦鸡丝。好啊，安尼找一项你爱食的，我请你。哇，大鸡蛋，我无，这是湾海也有名的土生党，就食这种。无想说这种鸡蛋怎好食？阿伯，你怎做啊？就是用海药玻璃爱砂糖落去煮的，免惊，也是海参呐。无亏七巧，要到美好小酒馆了。听说家己酿的葡萄酒比饮料更较好啉。有闲就好好说，唔通冤见啦。小朋友，你免惊，我咧佚佗无亏七巧花拳的游戏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我也要踢。花拳是2个人比出来砖头啊，加起来就交显出来数理3档就赢咯，唔对的就得罚酒啉。耶！无亏七巧，无亏七巧是闽南地区酒文化的一部分。từ酒特定调节气氛，促进社交的一种花拳铁佗的游戏，有歌曲的风格，有节奏、音调、酒令、手势甲规则，哪亲像方言说唱呢？九九重阳，又是9月9，重阳节难聚首。什么酒啊酒啊！人阮是咧唱9月9的歌俩。哦，又个重阳节咯吼！遥弟兄弟定歌词，便插茱萸笑一林。哎，阿公老了，阿公袂老俩，咱来去比青湾山，阿公一定比我更较厉害。爱水无惊流鼻水，哇，做好了啊！今仔日当炖土鸡等于补东补水空，当来就无惊寒咯。阿母啊，不过我想食蜗牛。阿唔敢，这是什么啊？百度说外国人计是食蜗牛大餐，这身高换水诶。什么白兔色啊？那是偏干呐诶。这天时寒咯，就加穿衫。你啥是爱水无惊流鼻水哦。立冬，立冬闽南叫做补冬，是冬季的第一做季。闽南民间习俗，将立冬看作冬季的开始，民众就食一个滋阴补肾、力量较悬的食品，土家己较袂惊寒，佮有法通为过年的开春养精蓄锐。当做咧300个人见面计3节问，今仔补冬，恁厝补啥？这当中包含对头的关怀甲问候。
浦岛。囡仔做浦岛，这几只门花三共提去，好势将门花掠来。等我放生咯，我毋是说要浦岛因。浦岛也叫浦市。逐年我人旧掠6个至8个，泉州城乡就开始做浦岛。按7月初1到30，按时间铺景轮流做，对头3车，6月算卡期，7月浦岛，8月定铺的风俗。轮到的所在，大家逐户就为大门口摆贡品、烧纸钱、摆孤魂野鬼，暗顿也着请人客来食卖。这个时阵，庄个人师傅会行过走。